年底选前呢，各党的政治人物因的论文拢互人提出来伫检查。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嘛被检举讲伊论文是抄的，昨和这个德明财经科技大学这个学论会认定讲，确实有违反着学术伦理，将撤销伊的这个硕士的学位。对于这个代志，蔡碧如回应讲，伊尊重学论会决议，也无对着校方提供互媒体新闻稿的资讯，比互伊较济，伊感觉不解甲遗憾。伊强调讲，会保卫清白，提出救济申请。若不成功，会辞掉立委，负起政治责任。我非常的有信心。然后昨天收到这样子的一个电子邮件，我是非常的错愕。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和德明科大学论会认为论文是抄袭的，撤销硕士学位。随后，民进党要求应该比照进前监督林志坚的标准，请辞负责任。蔡碧如替家己发冤枉，有瑕疵不能够被接受，那我也不会回避，愿意负起政治责任。等我收到这个判决书的全文，如果真的我们有做不好的地方，我愿意辞掉立法委员。强调捍卫家己的清白，依法提出救济申诉。对校方第一时间交伊的通知批，干那314个字，无解说安怎违反学术伦理，真不满。短短的这样子告诉我们，那也没有详细的叙述说我到底哪里引述不当，我都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申负起。根据德明科大讲法，蔡碧如硕士论文有9个所在引用不当，互别人掠准是家己写的，其中一段都互掠包，和台北市议员简书培面册答文拢同款。引用了我的脸书的完整文章，包含逗点符号一字不差，应该立即向我本人道歉。目的呢，并不是为了洗学历，工作上面的需要，我们也是把它纳进来，所以我也不晓得我要跟他道歉或是怎么样。因为台北市长郭文婷捌评论林志坚的论文上抄的真歹看，即摆家己党内立委嘛发生相共的争议，难免会互质疑双重标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